六國論，蘇洵。六國破滅，非兵不利，戰不善，弊在路循。六國的滅亡，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兵器不鋒利，也不是因為仗打得不好，弊端在於用土地賄賂秦國。路循而力虧，破滅之道也。賄賂秦國，自己的實力就會虧損，這是一條走向滅亡的道路。或曰：六國互喪，率路循也。有人說，六國相繼滅亡，全都是因為賄賂秦國嗎？曰：不路者易，路者喪。回答說，不路循的國家，是因為那些路循的國家而滅亡的。蓋失強援，不能獨援，故曰弊在路循也。因為失去了強大的援助，就不能獨自保存，所以說弊端在於路循。循以攻取之外，小則獲復，大則得成。較循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，其實百倍。秦國除了靠戰爭攻奪之外，還通過諸侯的賄賂得到土地，小的獲得城鎮，大的得到城池。比較秦國因受賄所得的土地與戰勝所得的土地，前者實際多上百倍。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，其實亦百倍。諸侯因賄賂秦國而失去的土地，比起戰敗而失去的土地，實際也多上百倍。則秦之所大辱，諸侯之所大患，故不在戰矣。那麼秦國最大的欲望，諸侯最大的禍患，根本上就不在於戰爭了。師決先祖父，步商路，斬荊棘，已有尺寸之地。想想他們的祖先，冒着商路，披荊斬棘，才得到了一點點土地。子孫視之不甚惜，舉以與人，如棄草芥。他們的子孫對待這些土地卻不太珍惜，拿來送給別人，好像丟棄小草一樣。今日割5城，明日割10城，然後得一席安寢。今天割讓5座城，明天割讓10座城，然後才能換來一夜的安睡。豈是四境，而秦兵又至矣。可是第二天起床一看四周邊境，秦國的軍隊又來了。然則諸侯之地有限，暴秦之欲無厭，奉之彌繁，侵之越急。既然如此，那麼諸侯的土地是有限的，強暴秦國的欲望卻沒有滿足，送給他的土地越多，他侵略你就越急迫。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。所以不用打仗，誰強誰弱，誰勝誰負，已經清清楚楚了。至於顛覆，理固而言，以至於最終滅亡，從道理上講本來就該這樣。古人云：以地事秦，猶抱薪救火，薪不盡，火不滅，此言得之。古人說，用土地來侍奉秦國，就好像抱着柴草去救火，柴草燒不完，火就不會熄滅，這話說對了。齊人未嘗路循，終計5國遷滅，何哉？齊國不曾賄賂秦國，最後也隨着5國滅亡了，為什麼呢？與贏而不助5國也。這是因為他親附秦國而不幫助其他5國。5國既喪，齊亦不免矣。5國已經滅亡，齊國也就不能幸免了。燕、趙之君，始有遠略，能守其土，義不路循。燕國和趙國的君主起初有長遠的謀略，能夠守住自己的國土，堅持正義而不賄賂秦國。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，施用兵之效也。所以燕國雖然是個小國，卻最後才滅亡，這就是用兵抵抗的效果。志丹以荊興為計，此速禍焉。等到燕太子丹用派遣荊軻刺殺秦王作為對策，才招致了災禍的迅速來臨。趙常5戰於秦，2敗而3勝。趙國曾經和秦國交戰5次，敗了2次，勝了3次。後秦擊趙者在，李牧連卻之。後來秦國2次攻打趙國，都被大將李牧連續擊退。既牧以朱、邯鄲為郡，悉其用武而不忠也。等到李牧因為遭受誣陷而被殺，趙國都城邯鄲就變成了秦國的一個郡。可惜趙國用武力抵抗，卻沒能堅持到底。且燕、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，可謂智力孤危，戰敗而亡，誠不得已。況且燕、
趙兩國處在秦國把其他國家快要消滅乾淨的時候，可以說是智謀和力量都孤立無援，形勢危急，戰敗而亡國，實在是不得已。向使三國各愛其地，齊人勿附於秦。刺客不行，良將猶在，則勝負之數、存亡之理，當與秦相較，或未易量。假使當初韓、魏、楚三國各自愛惜自己的土地，齊國不親附秦國，燕國不派刺客，趙國良將李牧還活着，那麼勝敗的命運、存亡的可能性，在與秦國較量時，或許還不容易估量呢。嗚呼！以路秦之地，封天下之謀臣，以事秦之心，禮天下之奇才，並力西享，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。如果六國用賄賂秦國的土地來封賞天下的謀臣，用侍奉秦國的心意來禮遇天下的奇才，大家齊心合力向西對付秦國，那麼我恐怕秦國人會連飯都吃不安穩了。悲夫！有如此之勢，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，日削月割以趨於亡，真是可悲啊！有這樣的有利形勢，卻被秦國積久而成的威勢所脅迫，土地一天天、一月月地被割讓，以至於走向滅亡。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！治理國家的人，千萬不要讓自己被敵人積久而成的威勢所脅迫啊！夫六國與秦皆諸侯，其勢弱於秦，而又有可以不勞而勝之姿勢。說起來，六國和秦國都是諸侯，他們的勢力比秦國弱，卻仍然有可以不用勞碌而能戰勝秦國的形勢。久以天下之大，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，是又在六國下矣。如果我們憑藉着這樣廣大的一個天下，卻重蹈六國滅亡的舊例，這就又在六國之下了。